咧今日有機會可以出席2025全港學界雙學機械人大賽暨粵港澳大灣區公開賽。3、2、1 ，Let go！係 C5勝嘅，所以 C3勝一局。好，仲有30秒。每組咧都會優先有3次嘅測試時間嘅。3、今日落場一搏咧，其實即係大家背後好多人付出咗好多嘅。我想喺度咧俾啲掌聲各位老師同學，加油！